好，來繼續來看台鐵，昨暝9點外發生着敗馬的意外。這是伫個基隆七堵的吊車場，有2列900型的電聯車，伫個吊車的時陣去弄着，幾若在個車廂敗馬，有一個員工受傷。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即擺正咧調查事故的頭尾。台鐵區間車有幾啊十個車廂敗馬衝上月台，車頭弄一個歹去，倒邊的鈑金嘛弄甲變形。台鐵人員真無閒，因為基隆七堵吊車場發生2台電聯車燒壓敗馬事件。代志發生喺昨暝9點20分，七堵站執行入庫線吊車作業的時發生燒壓，2組總共40個車廂敗馬。台鐵初步判斷是速度控制無妥當，嘛造成一個調度人員受傷。對於一位吊車人員來說，面對可能會加重懲處，以及面對這個我需要日夜輪班的情形，所以現在幾乎所有進入吊車廠工作的同仁們，其實在7堵裡面一進去就在倒數自己到底什麼時候可以調離。那這種狀況底下是完全沒有辦法讓7堵吊車廠是在一個相對穩固的狀況底下去培育我們有經驗的人才。台鐵進行吊車作業需要3個吊車工，還有1個吊車員師協調吊車司機，以及向刑控中心發護志。受傷就是其中1個吊車工，其中甲溝通的事故還會佫調查。最近台鐵的事故有夠濟，敢若短半個月來就出現5件，產業工會呼籲台鐵愛檢討。我們希望公司應該要針對目前吊車的運轉規章，跟產業工會這邊進行檢討，因為規章的每一個程序看起來雖然都是對的，但對於一個必須要連續動作的吊車作業來講，把所有的程序串在一起，公司的規章根本完全無法應付現在的吊車工作量。台鐵公司回應講，代誌發生後，遂成立北區緊急的應變分組進行後續的處理，詳細原因即擺運安處當咧調查。是講台鐵嘛是都要調整這個標準的作業流程，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